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个作文，它会给题目，而且要抄题，然后呢会给一些写作的方向指引，但是非常重要的，请考生们注意，请不要抄袭方向指引的文句，以免影响你的得分。而且这个文章的字数要求会在250个字到300个字，而且在写作的时候必须要用客语汉字来写出来。在这里我们要提供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词汇让大家来参考。例如这一题的题目科技老现推神法，科技老现推神法，在这里它有提示我们科技越来越发达，人跟人的联络变成比较方便，按照道理人跟人的关系应该要越来越紧密才对。可是呢，你看现在一家人都在吃饭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低头族，自己玩自己的手机。所以我们依照这个写作提示来写出一篇文章。但是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在这里我提供了一些参考的客语跟华语的词汇的差异性，让大家可以来写作的时候有所帮助。例如说，我们思考到华语的我在客语里面会写成矮这个字，帮助这个词汇呢，我们会变成天数，跟着这个词汇我们会变成 tenden 或者 tenen。 但是这里因为不考发音，所以你只要写出这些汉字就可以了。还有越怎么样就越怎么样，这个越来越的，我们呢在客语里面是使用 gin 怎么样 gin 怎么样，然后到处就是 in 那耶，或者像北部的客家人讲的满那耶，一起做什么的一起，我们是写成共下。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提供了一个参考的作文让大家来参考。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文章的内容。针对这个作文的题目，我们根据写作的提示，在这里我们提供了一篇参考答案。首先第一段就是写着科技越来越发达，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严重。然后第二段是写着，例如说以前我们要传讯息给别人，都是请人托人传话或者写信拜托人家送，后来有了电话，再远的人都可以沟通。接下来呢，可是手机发明之后，大家只要有什么事情，只要一想到什么要找谁，就是把手机拿出来滑一滑，就可以联络到对方。第三段我们就把它转换一个语气，可是科技让我们生活变得非常方便，但是人跟人的关系却变得生疏了。明明就坐在对面一起在吃饭或者一起聊天，可是呢我们却各顾各的手机，并没有对话，真的是很不像话。最后呢，我们是把它总结起来，就是说想到这些现在的人类的生活情况，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思考，我们应该要如何使用科技，而不是让科技来驱使我们，这样才是正确的。我们一样，文章里面比照着我们常讲的写作文必须要起承转合的方式来把它完成。那这一篇文章写完，连题目的字数算起来刚好符合我们的标准，它一共只有291个字，是在我们标准要求的字数里面。这样的话，那加上我们用了一些红色标示的客语汉字，这些都会符合我们的要求。这样的一篇文章虽然不是说非常好，但是可以达到基本的要求，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些基本的分数，请大家参考看看。